大家好，我係天心堂嘅坤正師傅，歡迎嚟到呢個頻道。呢個頻道會專門介紹奇門遁甲呢樣古老術數，同埋分享一啲喺日常生活裏頭運用奇門遁甲嘅方法。一年容易又過年，嚟緊就係丙午馬年啦，喺度預祝大家馬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如意。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新正頭係天地氣場轉換、能量更新嘅關鍵時段，特別適合出門行大運。等嚟緊呢一整年都可以順順利利，心想事成。之前2年都有幫大家揾到最有利嘅行大運時間同埋方位，今年亦都唔例外，已經提前幫大家用奇門遁甲制定咗一套有效而且簡單嘅馬年行大運方案，等大家可以早啲做定安排。一般嚟講，新正頭係指由農曆年初一開始，一路去到正月年15元宵節為止呢15日。今年過年相對遲咗啲，年初一係2月17號，年15元宵節已經係3月3號。行大運最好就揀新正頭呢段時間啦。今年新正頭最適合行大運嘅日子就係3月3號年15元宵節呢一日。大家喺3月3號下晝5點15分出門，向正西方行大概15至30分鐘，然後逗留喺到達嘅地方最少1個鐘。大家最好提前做定功課，揾下喺正西呢個方位有乜嘢比較舒服同埋適合逗留嘅地方，因為逗留嘅時間越長，效果就會越好。逗留嘅期間，大家可以做任何嘢，比如打下機、煲下劇、睇下書、同朋友聚會吹下水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唔好有大範圍嘅移動就可以啦。逗留嘅時候，如果能夠買一啲嗰個地方嘅飲品或者食品嚟飲用或者食用，效果會更加好。今年行大運嘅時間段咁啱係傍晚時分，大家可以索性喺逗留嘅地方揾間餐廳食埋個晚飯就啱啱好啦。有啲重要嘅信息需要說明一下。首先，行大運唔係一定要從屋企出發，從工作嘅地方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出發都得，只要喺出發前已經喺出發地停留咗超過1個鐘就可以。另外，向正西方向行15至30分鐘係唔需要一直直線咁樣行嘅，中間可以轉彎，只要最後到達嘅地方係喺出發地嘅正西方就可以啦。最後，向正西方向行唔係一定要步行，坐巴士、自己揸車、搭地鐵或者踩單車等等任何方式都係可以嘅。有啲朋友想知道點樣揀到呢個出行嘅方位同埋時間，推算嘅方法比較複雜，好難用3言2語簡單咁講清楚。大家如果有興趣想學，可以參加我嘅奇門遁甲課程，課程裏頭會有詳細嘅講解。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祝大家馬年行大運，萬事勝意。我哋下集再見。